讲到即马诈骗的手法是百款，刑事局有讲，即马有一种上界新的诈骗手法，就是这诈骗集团含已经哄骗的民众呢，该指接到，讲因是律师有法度替你甲一寡钱拢讨倒转来，毋过在这个讨倒来进前呢，先爱甲你收一条手续费，想袂到这个诈骗集团有原是假做来甲你收这钱，等于是民众互搁再骗第二届啊。 有人讲台湾是诈骗的天堂，诈骗案件行金额一档比一档搁较侪。刑事局就发现讲，最近有诈骗集团假做是律师，敲电话给已经哄骗的民众，表示愿意替伊甲哄骗的钱讨转来。毋过爱民众先缴保证金含手续费，民众甲钱转出去了后，才知影搁哄骗啦。目前台南和台中拢已经有个案。 甲你讲吼，我即摆是国际刑警组织啦，我是律师啦吼，我会帮你来讨钱，已经找着人啊，你只要甲钱吼，佮保证金佮来投入我遮的时阵，我会当帮你讨着以后的钱，互咱被害者佮雪上加霜，佮加了一条。刑事局讲，这款诈骗的手法2年前就伫澳洲出现，受害者哄骗买10万的澳洲票，差不多台票220万，律师也提醒民众，律师袂主动甲被害者联络。 律师根本唔知影你去互骗，主动甲你联络，迄一定是有问题的。吼，第二，律师袂甲你讲，保证讲一定会甲你讨转来。律师会做的代志就是陪你行司法程序，不管提出是刑事还是民事的，甲物件诶正当的讨转来。嘿，第三个就是。 阮律师咧做的民事甲刑事，吼，袂甲你讲奇奇怪怪，一定会给你保证讲摕偌济转来，爱有啥物手续费，袂无缘无故，甲你摕一个物件，就甲你讲，这爱来偌济钱，偌济钱，这通常拢是第二届的诈骗。诈骗的手段是800款，刑事局也提醒，接到爱你转销的电话，就爱开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，若准钱转出去，就讨袂转来。记者柯家山郑水由台北报道。